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平晴。今仔日在这是文莱的早市。咱是安怎会来文莱呢？第一，这有真侪金门人在这离乡不离乡，而且甲在地人的生活是安怎混合，造成了因独特的这个金门文化。咱今仔日要好好来了解，来看文莱。今仔真无简单，邀请到咱担当的吼，陈先福先生吼来遮来甲咱带咯。担当的，咱这位吼，咱当地话安怎叫？达木鸡翅的急市啦，急市啦，吼，就市啊就对啊，而且是早市。早市啦，下晡就无了，收就了。叫做达木港街，敢若港街啊的意思咯。过来是拜五哦，本来落天诶，去政府好嘛一直做。当，你在遮出世对。恁地顶一地，搁顶一地，拢金门来吗？无，我老爸是金门过来。我老爸有四个兄弟，一做一水过来先。你甲咱讲看卖吼，咱遮金门人吼，在遮文来吼，有真大影响力。无啦，人口真少。人口即马少，诚少。嘿，才10%安尼呢。10%嘛吼，10%嘛不少安尼。真侪牛人啊，像担当恁安尼，恁出牛人啊。无啦，牛人老爸母好个啦。是客气啊啦。你甲咱讲吼，咱遮一寡话语吼，有啥物话语是金门来影响着？沙文啦，沙文啦，地果啦，高比茶，虾米拢总是同人海南人做高比店啊，拢总用那话讲啦，高比丝、茶丝，呢，拢是用安尼讲咯。因咱叫茶丝高比，不是安尼叫，咱那会响。好。你甲咱看，迄白白迄是啥物？这是蛇糕，你知影蛇糕？咱珍珠奶茶一粒的。蛇糕安尼，这是泡水的，煮滚的。伊冲散了，无用烧水冲。用烧水冲嘛。因咱叫高安尼。高安尼食，阿木叶啦，因咱华南话叫阿木叶，我那袂晓讲。阿木叶。但是因咱泡三巴啦，泡啥下酱啦，虾米个咯？对，后食咸的，后食甜的。哦，这若伊和你也食咯。这就是爱配这哦。无，伊这和你摕，伊分开啊，分开切，你摕咯。甲分开啊，就去拉呢。无，伊冲熟了一碗，这槟榔啊。槟榔哈。这槟榔哦。这是桔啦。这桔啊。对，这咱同款啦吼。咱厝里来遮，除了做经模以外，咱搁做啥物事业啊？我老爸来顶摆初来跟食头路，食头路，落要家做生意，豆做咯，做白船、果船卖物件，落去啊店店咯，无有店设店卖布卖杂货，拢总有啦。哇！我大发展呢。到落要卖换生意店变咯，布就无卖咯，卖杂货。做五金的时间卖过了的时间较好赚。这青菜，这个安子叶，一部是安子叶，这个红青菜啦，红菜、硬菜，拢是嘛。白香菜哈。白。芥蓝，咱是毋是叫芥蓝？这青菜嘛。这芥蓝菜，阮叫芥蓝菜。芥蓝菜。芥蓝不是。菜心，香港菜心，头家娘，这是啥物叶啊？这槟榔叶，这槟榔叶，这做安尼食吗？无，因咱一豆槟榔落去食吗？
白胡啊，白花白花就去吃一半白花拌啊，这样啊，对啦，再泡跟台湾同款嘛，啊，台湾香，台湾香啊。台湾的槟榔较水，啊，这金蕉花，啊，金蕉花，咱安怎吃？这种海料啊，啊，对了，咱敢有咧食这？真少，真少吼。有吃是江河啊，就这样啊，迄款啊，这虾米、虾米、虾米咯，虾米，这江我人出来食较多食这款的，这鱼煲啊啦吼。啊，鱼煲有啊，也钱啊，啊，那这鱼肝咧，鱼肝下掉，咸鱼肝，咸鱼肝，咱敢有咧食这？加减加减有啦。有啦，像讲在海边，啊，咱厝里食的物件，敢有叫在地的人去掺着？无，无吼，咱拢游玩爱食咱家己。啊，对，吼，对，哦，这其实这真济物产的，看袂完哦。对，但是人口少，早时减去一半的人尔，有的人出国，有的人无转去咯，甚至当时比就这是啥物？唔知咩花。这是要做食apa 呢 nih?？来，lang, ini apa barang nih? Mungin. 南姜花啦。南姜花啊，啱。Terima 哦 kasih 啊南。姜花啦，啊会当食吗？会咧做菜的，做菜哦。当然就，恁若通常你厝里人敢会来？真到位少啊来少，拢去超市买啊啦。啊，这有好唔好来啊？今今日我几啊10通年捌来过。我頭一擺就來啊。哦，無，安尼阮分董事长有福氣呢，教堂来遮看看的，老的。無啦，你咱有會來，我咱就會帶咯。哦。哦，這看袂完呢，這啊，迄包，迄是因在地人咧食。迄人早餐人，迄個叫那是那麼，這個叫餐店啊。那是就是飯吼，啊飯，那是是飯，阿鹽飯麻辣啊，這一盤一個啦1塊的吧。一線吼，內底有雞龜，有迄個三百就叫做用安尼迄個蝦米啊，咩去蒸的下面就去蒸的迄款啊，牛叉啦有誒。OK， 小嘛有咧買飯，咧叫咯。哇，你明白辣姑咧？辣姑哦，跟住嘛開始，麻椒哦。嗱，這粿嘛有九定粿咯，搞定個吼。會知咯。這是咱團河因的，啊對，哦，對，這咱團河因的。九定粿。哦，啊，這咪叫黃果粿咯。碗糕個，黃安尼大，早時安尼大粒哦，5尖啦，呢，這1塊了。Selingkit哦，什麼啊？什麼 selingkit？saya sapu nih。我聽有咧，咩攏甲你買去啊？用1塊嗎一塊嗎？攏一塊嗎？什麼 ？OK 啊，一份啊一份。啊，哪這定的呢？啊，這咪叫做發粿咯。這花粿嗎？這嘛是咱的花粿嗎？啊對啊，這真擺玩水啊，來拍碗。迄雞卵湯的時間真容易，放到米粉的時間袂停哦，用拍啊蒸吼，水蒸吼。無用迄個彈弓的哦，拍。啊，落去拍。當時點？你講咱這叫豆芽，啊，伊嘛叫豆芽。對，伊對咱講。伊對咱講，但是重音無共款。伊有翻啊音哦。豆芽，同款。啊，那這咧？咱叫豆腐。豆腐，那共款哦。你豆瓜啦，不干豆腐啦，豆腐2隻，豆腐是軟的，這豆乾。這小較長，啊，這豆乾。豆腐。豆乾哦，豆這就是豆腐。這也是跟咱共款的相像哦。好做，人來做了，人會冇得香。所以現在徛山，人招來早時要徛水厝徛山巴吼。後面會遐板起菜出來家己種物件種做。我摕來，跟咱迄個。這有水要摕來招賣。跟咱農民市集同款意思啦。這原本是 farmers market 的意思啦。但是吼，除了來看早市以外，啊，過來看啥物？咱繼續看落去。
咱头去洗头母，即摆来看总铺师咧。哇哈，这是这是白菜花。白菜花吼，内面是用啥物落去汤头落去。头的汤头。哦，这看来是鸡汤的汤头，还是什么汤头？这是虾。虾的汤头哦。哦，咱同议员伯啊讲，你每礼拜六讲啊煮大鼎呢，上济60-70个哦。啊，对。哇，有影无简单呢。家己的亲戚啊。是哦。哇，这无简单，哇，敢若做迄个巴菲呢。然后做布菲啊。哦，敢若做巴菲呢。午餐啊。哦。哦。咱在家煮食哦，要煮料摕到这个料，有方便无？方便。有方便吼。哦。啊，家己去车哦。哦。啊，这边是煎虾丸。苏东鱼。苏东鱼啊。苏东。鱿鱼圆。哦，牛肉丸啊。无啊，这个是墨鱼丸。鱿鱼丸呐。哦，鱿鱼酱落去拍的哦。墨酱袂变。哦，袂变的。哦，咱家有出这就对啦。处理，甲处理来糊粉甲来。哦，糊粉的你煎。啊，零去啊。哇，看到真好食款呢。哦，这是苏东坡。哦，这煮啥？叫苏东坡。哦。东坡肉哟。没有啊，他跟他起名叫苏东坡。哦，出名叫做苏东坡哦。是安怎讲叫做苏东坡？我那个这文来的名叫苏东。哦，苏东。哦，文来的名叫苏东。哦，啊，这规矩啊叫好多苏东坡。嘿，你真出名的议员伯啊。已经后讲笑啊。已经后讲笑吼。啊，中央迄煎虾啊，哟。这虾啊，他电话打来人讲笑。哦，佮2面哦。哇，你无简单呢，我真好呢。啊，你平常时拢安尼煮吗？平常时我几点来？几点来？所以刚才拜六。拜六就了来食。哦，这大细一个人处理呢，60-70个呢，咱头小看，哇，60-70个到底咧食？有时候做水饺。做水饺。做水饺。啊，咱水饺啊是拢啥物啊？我用这个白菜、虾甲肉，甲虾甲肉，来搅。牛肉啊，甲鸡肉。猪肉。毛猪肉。哦。有时我会做水煎包。我水煎包。哇，哈哈，在遮。我看专门来都无人咧做水煎包哦。我爱学。哦。真爱学做水煎包。哇，这挺好，咱们。你台湾的迄红烧牛肉面我嘛会做。哦。等下摆有机会来，我煮互你食。后摆才有机会啦。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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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好。哇，这看起来今仔是足青草的呢。哇，这分。青菜啦，随便。哇，真正熟悉议员伯啊，甲恁阿某安尼真好，有当分恁好记。这王显已经好客。是啊。要俾我自己做咯。伊好客，但是咧互你做啦吼。伊讲伊真好食。有口福。哦，有口福啊。口福呀。哎，因为娶着好某。无啦。分工合作啊！来，分工合作啦。哦，所以你会晓食。会晓食，啊，伊会晓煮。对。啊，你真好客。啊，但是你买你好客，你爱同意啊。是哦。啊，一群60-70个安尼，咁煮会来啦。会使吼。驾轻就熟啊。老手啊啦，总铺师咧，真有效咧。哇，真惯势吼。应该讲你骹长啦，人讲骹长就是食啦。真骹长有通食，就是阮骹长有通食啦。对，阮好骹手啦，好啦，好鼻，阮台湾叫好鼻屎啊，知影倒好鼻屎，闻到这好味啊，啊就走来啊，好鼻屎啦。都有这机会啦吼。是，这当然唔当奇怪哦，这议员伯啊吼是。苏丹吼特别甲选出来，这个国会议员哦，来甲因厝的吼后一集，还佫会专工来了解一
这翁仔某在这个文内会创什么事业？哦，白手起家呢，就有影赞。对了，我啦，我们是守业，嗯，手艺创业收业，无影，啊，发扬光大吼，嘛是伫你手头啦。规个家族真兴旺哦，咱继续来甲看。在我边仔这 Gary 吼 ，Gary， 你甲咱自我介绍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姓廖，叫天顺，廖天顺。对，咁。啊，伊嘛会当讲这个福建话，对吼。但是你毋是金门人，不是，你是倒位？我的祖籍啊是福建安溪，安溪人。对对。哦，但是你嘛是土生土长哦。对对，所以朋友拢总我问来福建人啊，拢讲金门话较侪啦。但是吼，Gary 吼真有天才，哈发伊嘛会晓讲话，客话吼，要客话晓讲，所以其实这个环境本地就是大家落脚，对，咁哇，你也系讲落脚，吼，就大家落脚，吼，你参我，我参你啊。对对啊。不过今日主要吼要请 Gary 来讲，因为伊的工作、伊的事业真特殊，伊是做机场内面的设备啊，哇，他听起来是真无简单的。你安怎去台湾读册？我30年前啊，一个机缘去台湾读这个侨训班，交训班啊，哈。对，迄个是18个月哦，这台湾的3年的高职课程，用18个月读了，就是电子啦，电子电脑，拢做了读。哦，迄真艰苦读呢。会使啊。啊，伫高雄哦。你高雄对。出业了后，又讲甲你派工作，还是讲无？恁就是交生的训练，你就登记在地。对，是安尼。啊，再转来开始做 IT 的。对，做资讯对 IT。但是做 IT 那会怎啊切入去到？要做机场的事业无简单的，这是皇家特许的嘛。伊是安尼，本来你这个10多年前哦，有一个叫文来经济发展局，伊爱发展这个资讯跟技术啦，吼，这个在特别技术哈，因为接落来是外地人来做，伊希望讲本地人来做，对，来接去培养本地的人才，所以呢，我跟我的一个伙伴，本来吼白是做 IT 的。对手竞争对手，让我合起来，别本来人吼合作来做，一步啦，一步一脚印，慢慢学习，慢慢学哈，做到今日啦。他早听起来讲吼，伊对 IT 做甲即咱咧上行李的这个 round，这 VHS baggage handling system。对啊，连迄个行李大啦，连迄个。机场的维修啦，这做这代志无简单的。因为飞机场入4点钟爱随时待命啊，我的人入4点钟奔飞机场内面啦。哇，这有影无简单。伊爱国际的认证啊，伊爱或者这个培训啊，执政你不可以做，安全啊。这做这实在是，我感觉这责任重大啦吼。对，恁若小可小国产，安尼就是袂交代啊。啱。你甲咱讲吼，你是对在地读这个红册，还是读这个华中？我是文来中华中学我人有一科的中文然后以前我们有读伦理书法啊，足多啦，因为台湾的教育制度，到尾但是较多其他拢总是英文英文。所以你也双边拢有啦。会使啦。所以英语也会通，当然呢，是真好了，真正落脚。落脚。不过你看 Gary 才有几岁？我头下又讲40，伊讲无啦，伊强要入到我58岁、57岁吼，看袂出来。恁后生即马拢出业啊？20外岁咯。因会晓讲咱的这个。听会晓听啦，你叫伊讲就较差啦，较袂晓晓讲。你有认为讲，伊上好会当讲出个母语，会当甲恁安尼？对，其实即马我觉得好多国家本面临这问题啦。年轻一代啊，家乡话吼，那叫家乡话嘛，弄得袂晓啦。好多年轻一代就甲伊囝讲英文，但是我是甲我囝讲华语啦。
中文用华语去对，讲。可以在一个是能唐人嘛。知影讲伊认同是唐人啊。对，是福建话有时会讲啦，但是较多是华语。我要 Gary， 我甲你请教，因为你是机场吼，你感觉即摆旅游观光在文莱吼，尤其台湾人甲台湾人英镑、澳镑，即摆这个起草安怎？我觉得有进步啦，因为无这个签证啊，免签较多旅客过来文莱。虽然文莱所在水所以你的想法，若是我爱来买物件是无啦，爱来看文莱这个淳朴的这个小国应该是袂歹啦。我觉得伊的移民厅即马对台湾效果袂歹。因为我的感觉是，即马一礼拜3班的直飞吼，其实是真方便。这个本是我觉得是早的台湾的代表，林代表伊强力甲文莱民航局、甲旅游局强力推荐凑合这个台湾甲文莱复航，这真好。我来去3届吧的代表，台湾代表。事实上，你也感觉讲，免签了，台湾人来啊真济。会来，较方便啦。若无咧签证好麻烦啦，落地签啦，你这免签就无互相对等啦。台湾也互文莱免签所以来去人来人往会较多啦，加强。如果台湾人来遮吼，你会推荐咱台湾人来遮要看什么，还是会去倒位佚佗？感觉会当上了解到咱伫文莱的这个讲，不管是讲河洛话也好，讲金门话也好，的这个文莱在地的唐人。我记得第一是城隍庙，伊是台湾的师傅来做，再来城隍庙，对，城隍庙，伊甲好像是金门人，所以伫好迄边甲台湾较亲切城隍庙有诶都是去水上人家当帮爱啊，对，这几项啦，你本来景点未讲真多，但是好多有待开发。我也是感觉其实是真好，这个气氛啊，真用即摆流行的话叫 chill， 真 chill 你早起有诶，像迄个永州行6点半就开啊呢。我这毋是广告这隔壁，这敢若会使讲是咱台湾的美而美。我能叫高比店嘛？高比店高比店6点半就开啊。就佫无交通堵塞空气也无污染。新鲜。对。我轻松的这个旅游啦，轻松旅游。真好。Gary 其实还佫真侪人生故事啦。下次真系好啊开讲。华人来了以后，做导给，伊人也做，他们也就导给了。今仔嘛豆腐豆腐了，他们也跟了现在。冰，吃冰了冰。吃冰，冇咧用。好嘅，好嘅好咧用。OK，他们都做好嘅。老板。若是你啊，是大家要领。了人包恭喜發財咯！咱來到遮，看到這個哇，這大的這個皇帝這福地啦，應該安尼講啦，福地福人機啦大家看到這正面這福建金門，這就是這第5個孫，是不是？你甲咱介紹，你是倒一位？我是九。仁義啦，仁義啦，即係伊 Empirical College 畢業嘅 PhD 喺英國30幾檔，34。但是你甲看，你金門腔還佫原在，對唔對？一連看以來，他講雖然漢字看無，漢字，但是這是算表妹、表姐。表妹是哥哥，表姐，3位來到遮，其實遮還咧做工事你手頭還摕工程圖呢？你甲咱介紹一下，你摕工程圖去做啦？咱即馬所在是倒位？在這邊。在這邊。這個是新的，在這邊倒手邊啦。倒手邊這是外公，這是第2代。第4代。第2代，第3代。
哦，所以这阿公啊，第二代、第三代第。三代。哦你，看就第二代有6个位，这草占地偌大？这地啊，隆重是270， 270 780架，搬出去30，搬出去30，搬互政府30。搬政府30哦。啊，是听讲迄边是学堂，学堂啊，哦，就是关学堂回教墓园。啊，甲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木园啊。对。哦，啊，这咱家己的，啊，这向大海哦这边，是文莱 River。啊，后面有靠山，啊，哦，这有看风水呢。这只在30年前、40年前，阿公和台湾人、金门人种菜，免费的。哦，隔壁吼因种菜，后边阿公叫伊人来文莱，互伊人地免费，甲伊人安排伊人的签证。你啊，签字，甲伊人担保，互伊人伫这边种菜。金门人有30外的金门人，去年、旧年有回来啊，呀。哇，这你甲咱讲吼，这个撇磬，撇磬是啥？撇磬是啥物意思？讲互观众朋友听。哦，毕竟是苏丹文莱的国王风风的，受风啊受风受风的最高有缘收互唐人的。唐人相关的一个风水。毕竟无天是门宫才是。甲必丹甲必丹是上加唐人的头人，头甲必丹是头人啦，是 captain 啦。 30多年，哦阿公叫30 30多年，哦，然后他想第一到最后就互伊上关的就是天门宫。啊，天明宫，天明宫啦，对天明宫。天门宫是文莱唐人上第一关的会位啦。位啦，风险。啊，那偏是国王号的，荷兰的毕竟是跟他姐工程大，公行的艺术啦。对。哦，所以有这做国家的代志啦，有起学堂啦，甲是有贡献啦，对国家有贡献啦。 community。哦，刚才英国人的爵士的艺术啦，哈。会使安尼讲。会使安尼讲啦，互你一个丰富安尼。好对。哦，英国是好像MBE、OBE 这样。啊，just like that。是啊是，所以咧边啊还佫写吼，这个福建金门啊，对面咱阿嬷是历史相靠，类似上靠。历史相靠吼，所以因是同齐来文莱，还是无同齐，但是在这熟识结婚。无，因伫金门结婚，伫金门结婚诶。金門哇熟悉伫金門熟悉，阿公先來先，阿公先來文來先。 17號來文萊。 17號來文萊。來文萊過後，過3、4年等去結婚。結婚了媽媽就我媽媽結婚了，阿公才來。結婚了阿公個等來文萊，你就老葉太太參阿葉媽媽。甲我媽媽就出事咯，大查某囝，連3個人過了，媽媽3歲，3歲甲對金門。哦，才知啊了，才甲帶過來。傳過來。哇！啊，咱即擺這修是第2代、第3代，都要一擺甲完成起來吼。是一擺完成。我看這大工程呢，出入啊。大工程就是愛我人來幹。你咧話術就對啦。 Project manager 啦，項目經理啦，project manager 啦。 所以你英國事業結束來，還是講放的，先轉來處理這？你英國嘅事業用你嘅 career 放嘅，呢度結束嗰邊轉來陪伊媽媽，媽媽老了，媽媽年歲大咯。所以是轉來 settlement。哦。轉來徛了啦。轉來徛啦，吼。甲公司做工啦。 甲公司做工啦，阿公的公司啦，阿公的公司做工啦，阿公已經期待真久哦。所以阿公啊，看有聽到哦，有聽到有聽到哦，所以唔是可以等甲安尼久，哇！啊，這看啊，還有噴水池，啊，還有鼻啊，安尼，這流水哦，這攏有看過風水，有這風水先生來。啊，但是我本來想要來義山來看啦，吼，啊，因為天氣啦安怎，咱遮的人吼，咱這頂頭攏會寫咱對倒位來的嘛，是，到擔攏會寫嘛，較濟，較濟吼，
其他的木莲都有都会写，拢会写，都很像，都很像。哦阿公是类似。所以这啊，佫写民国呢，民国乙卯年正月26，不是我阿公真爱台湾，台湾哦，这咱暗时过来领导来食饭啊，来，咱这华语叫蹭饭，来领导佫甲伊接做者吼，欢迎来看哦，在饭桌啊顶头的文化，啊佫在哦，人伊这规家口啊真团结的。大孙、二孙、三孙、四孙、五孙，拢转来咧。上后尾一个问题甲你请教吼，你去英国30几冬，是安怎你这母语啊佫伫个呢？你按照讲安尼讲咧福建话，嘛都听流利，有一点点打电话，打电话，打电话给我的阿公阿妈、妈妈阿公阿妈妈，兄弟姊妹，但你不能回来啦，但你各家各家有 holiday， 尤其无简单，你读红毛册呢？我已经乖诶，已经乖。我们是小时候的玩伴，伊是一个真爱、真疼爸母、阿公阿妈、阿哥啊、阿姐啊，一个个是真正乖囝，对，真的很好。所以很真顽皮啊，真难欺负伊人。我今日有仇报仇，会当来对镜头讲，我本身笑啦。但事实讲吼，家庭和乐啊，大家会当组织在家族咱在斗阵吼，对你来讲，尤其在英国30几冬，你会感受咧。啊，尤其你要转来大，你感觉这个文化传承啦、母语的传承啦、culture heritage 对你的意义是什么？我的意义啊，意义就是 meaningful。是，这个真重要，因为我人是传我人的阿公的名传落来，所以我人本来无阿公都无我人啦，所以也爱去传承啦。I continue the legacy continue the legacy， 因为我们有家谱，他们也字呀，有写落来，家谱的，有家谱，有名写落来啊，所以我人第2代是人，第3代是未走下面所以我人是到这个家庭啦，爱到亲戚啦，是哦。我听人问讲，啊，你有 English 呢？直接就是英语，就对这个金门话直接翻的音咯。是金门音啊，就知影讲这吼。阿公细汉，家会教我人讲着爱不可以忘本啊，所以阿姨真乖，阿姨你看伊到娶了某，囝大汉伊就会回来，连个会福建话，佫是会当讲甲安尼流利，所以袂啦，了不起。有时听无，对唔住啊。袂，安尼真好，真好。你像讲你的腔口拢无变啊？无变啦，哦。人讲过去哦，少小离家脑袋回啦，乡音不改鬓毛衰啊。哦，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鬓毛衰啊。哦，啊这转来了吼，少年人问讲啊，你是倒位人？啊，我就金门人，文来的金门人，就是伊啦。真感谢呢。暗时吼，要来恁兜来食饭，好，咱就来斗阵做。欢迎。哦，感谢。其实哦，要甲观众朋友报告，咱大家这文来吼，其实第一来看。这金门话啦也好，还是讲你要讲福建话也好，还是讲唐人到底在遮安怎生存落来？我甲你讲，上海好看的就是在饭桌啊顶头。哦，特别摇声哦。我这是阿姊，应该叫阿姊还是叫阿姨？阿姨哈，主要是威廉的阿姨。对，威廉的阿姨。安怎称呼？五姨咯，五姨吼，我来叫五姨啊，观众朋友嘛，第叫五姨啦。啊，咱这位曼玲哈，第4个阿姊，师姐对，啊，第4个阿姊吼。我来讲吼，对家来认办吼，这个一个文化上重要。对，我一项一项来试，啊，你甲我看教。OK，会使。啊，这项是什么？
这是在云南的给的名字叫香酥鸡、香辣鸡，有南洋风味啊，啊，所以哇，我这是南洋风味。你看它的那个，我咧听人咧讲哦，真正，尤其南洋的素食吼，阮兜隔壁就一间素食啊，因为阿姨家等在啊，食饭仔啊，这是汤汁。哦，那没拍哦，对，台湾切，当节无呢，因为以前那个香料多啊，南洋甲有嘛，迄是叫咩？还咩？长毛，长毛的，不是长毛啊，一个一个唔知咩姜丝的什么一种香料，南姜，不是南姜，唔是南姜，唔知叫什么名啊？一种南洋马来土族的人他们才有。啊，咱金门话安怎叫伊？我唔知，因为他们金门的我都冇见出来啦。对，那南洋马来话就有啦。其实吼，首先我有甲阿姨，咱遮的这个金门话已经变做垃圾。垃圾是什么意思？垃圾嘛，就有掺到马来话，有掺到英语，有掺到别的方言的土语，像啊别的福州人啊、海南人啦，客家人啊，掺来掺掺。你甲伊记一下例些去掺着马来话。马来话就用苏嘎咯，苏嘎咯，苏嘎就喜欢咯，我苏嘎吃，我喜欢吃这个，我苏嘎啊，我苏嘎，苏嘎就是喜欢欢喜对大意，我喜欢他，我终于来呀！你讲广东话，我终于来呀，苏嘎来呀！係啊，我蘇格你。哦，我蘇格啊，我蘇格就我喜歡。有這種啊？啊，若參到什麼潮州話啦，還是其他的話咧？有食梅，潮州話嘛梅。梅啊，食梅。食梅。咱金門話是後陽元音咱就梅，伊咱是食梅。啊，食魚、鴨肚。啊，食豬吧，藤豉，一樣啦，都這通常普通的生活都是差不多大同小異。冇變咯。我們的 Q 冇變，是因為我們爸爸媽媽一路來就是安尼講，我們所以咱厝裡後咧講，家裡面都是講福建話。哎呀，歹勢，我甲你借問你，在遮出世。對。啊，敢通我甲恁講，你住偌久啊？我在文萊啊，70多年，76。哎呀，這電視袂使講白菜了。是啊，我真的是76，我1950年出生的。哦，你不是國立啊，冇講。心情好。哇，心情好。你阿姨都慣到杜親呢？啊，對，我是。阿姨這個香港系統誒，這不簡單。我們是香港的縣。這有素食呀，啊，這嘛是素的咯。對，這也是素的。啊，這是豆腐，豆根啊，那叫豆根啊，豆根啊，青菜花，不可能，這裡有花菜，啊，是種菜花，人叫青菜花，青菜花，啊，這個同款，同款，跟這個不相同款，啊，這個就啊，這是什麼？這個是文萊的那個。一種水果，像芒果一樣，但是是脆的。可是它是脆的，好吃。要醃過才可以。哎，鮮過。啊，油梅啊，落去鮮。啊，哎，番椒。你切塊埋，你切塊埋。這安怎講？個濃濃，加熱公公。啊，加熱公公。可是你會吃了，愛上它，真的非常。你這樣教我做？冇那咯，袂艱苦，是不是也艱苦？你們講不會難做，就是袂艱苦。袂艱苦做。袂艱苦做，呀，也是講袂艱苦。我有人是講啊，這真好做。歹做啊，真好做。我人是講袂艱苦。袂艱苦做，不辛苦啦。啊，這係講辛苦，啊，較艱苦。啊，辛苦。哦，這真好食呢。這個很開胃啊。哇！這棒哇！這個台灣沒找不到的。哦，台灣找無。咱福建話安怎講？
我给我。华南话，所以我华南名们现在就用我们福建话金门博安念物件，以前我们接受的东西没有这个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用马来话来讲出来。这马来语叫什么？乌龙宫乌龙宫啊，布龙宫嘛。啊，乌龙乌龙宫，乌龙宫，乌龙宫。啊，这个呢又有很大的差别。这个你们让叫黄瓜，地门，我们叫地门，你们那边也是叫地门。无呢，我这无这话叫做地门呢。你们叫小黄瓜，啊，我们叫地门，地门是马来话来的吧？地门地门马来话啊。啊，这就看就知啊。沙爹这是沙爹。我们本地的沙爹好吃，你试试看。不同，它个沙爹酱、花生酱，哦，啊，啊，你让你可以，对对，就是这样吃。长春胖。而且这是土蛋的。对，土豆。它花生，土豆，咱叫土豆，土豆哈，咱就叫土豆嘛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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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厉害哈。嗯，看看呢，哎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来，你不看起来看个高。看酒班呢？对，石斑，对，咱本港的。本地，我们不是进口的。本地的，厉害，本港的哦。你去看吧。哇，但是很稠哦。对，这个是酸甜，生丁，生丁，啊，咱叫生丁。生丁，生丁对，生丁鱼。含羞了，我们这个就叫红烧鱼。天都有酥，尽量烧。啊，这酱哦，佫袂佫介甜，对，啊有生气，最主要是那个鱼会比较新鲜。有影。我们的鱼会比较新鲜，因为都是从海边直接拿来就来再来，就来恁厝啊。没有塞都不用再经过冷冻是咸水的。个拔撒，拔散，我让狗去拔散，去拔散，对对起前个拔散。是马来话就是巴萨，巴萨啊是巴萨。啊嘛有一种话叫做，阮早起叫做大木，它们不同是4级。啊，这两个有什么差别？ 4级是1个礼拜才才一拜，就是每一周才一次。4级就是卖那些土产啊，一些土产也水果 farmers market 的意思。对对。啊，那巴萨是逐工拢有。逐工拢有，咱买的物件较侪款啦。就变成马来人后咧用店这字，什么店？什么店？什么店？什么店不是店？什么店咯？什么店？什么店啊？伊嘛有咧用这字。店，哦，咱有甲影响到啊，对。他们是叫kedai 咖啡店。咖啡店。咖啡店。店就是这个格子店。格子店。面包店。面包店。面包店。啊，人因面嘛是用咱的字嘛，吼，对嘛对。米嘛，吼。这米是可能是我们金门人来了以后，我们叫米，因为他们也跟着还没有，他们没有这个产品，他们还没有出个面，所以我们来了以后，这个叫面，然后他们也自己改，也叫做面。所以像豆芽也是啊，豆芽啊，对，伊嘛是，伊来就不是跟华人。对。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，补绿豆啊，那补开。对呀，是我们华人来了以后做豆芽，伊人也做，他们也做豆芽咯。今仔嘛豆腐。豆腐咯，他们也跟了现在。冰，吃冰了冰。吃冰。冇咧用。ice。陶鸡咧，陶鸡有咧用。OK。陶鸡他们都叫陶鸡。老板爱尽量用福建话。用福建话。老板。陶鸡。我其实吼，这文化互相影响，这真受上。像我学家啊，那是锅链。nasi goreng， 炒饭，茶饭呀，锅链哈，锅链就是炒。这除了生活当中，咱一年，比如年仔时节，
咱今年是谁来时阵，我问吼，像慧玲，你会金门话听起来嘛袂歹啊，袂准啊，听较多。我是讲这个话啊，拢厝拢有咧讲吼。你人讲龙，我人讲本，闽南话。我人拢有讲福建话。哦，拢有咧讲吼。大部分是讲福建话啦，哦，跟家己的父母啊，还是大人啊，你较多是讲福建话。讲我的福建话就是参参啦，六只，参参。Rojak， Rojak 是亚洲的沙拉，就是参参的 Rojak。哦，但是呢，较少年的，少年的就较侪讲阿毛话咯，英文咯。阿毛话啦，阿毛话啦，阿毛话啦，阿毛话嘛一种啊。阿毛话啊，哦，阿毛话嘛是一种嘛。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还都是用福建话讲的啲沟通，嘛第四代开始都有淡薄讲阿毛话。咱厝的敢有菜红客桌顶，也有厝啊咧拜，还是讲因为嘛是有嘛吼，神主牌啊。有。比如讲什么功德尊王啦，还是观世音菩萨，迄就无，迄放入庙。无出来本有人学识的，出来嘛有人学识出来学识，老一辈的较侪是有。你是在家出世，呀，吼，有登去到金门过，好似真侪摆哦。听到迄在地的亲情啦，因为恁讲是单城村，规村拢姓林。对，我人山口。山口吼，规村姓林，我听到因讲的话，甲咱会通的。你什么感觉？欢喜啊！欢喜啊！登去几届？5、6摆。5、6摆啊！慧玲，你讲没，我人阿毛话，哇！我看啱啱對嚟嘛，啱又咁咩？福建話。才回來無久。你就安怎講？啱11月才去，所以才出來啊。啱就是才回來。怎麼講？剛剛講回來，怎麼講？啱個對來。啱才對呢。啱個對來。我就拄啊才轉啊。拄啊，才對來。我人講啱巴魯轉來，巴魯，巴魯是剛巴魯對來。哦，啱巴魯對來。馬路是馬來話的。馬路是馬來話。哦，馬路嘛是剛的意思啦。才回來。所以我會問阿姨啊，講你轉去金門哦，我的意思是講，你應該有阿孫啊。有孫啊？我有孫，有孫嘛？孫差不多這麼幾歲？我孫大孫就已經16歲了，女的。16歲吼。伊會曉講咱金門話未？會曉講，但是無愛甲你講。無愛甲你講。我會跟他講華語啦，我跟他一定是講華語。逼着他要逼伊講華語。哦，若是年仔時節，大家要領紅包咧。領紅包恭喜發財咯！而家講福建話哦。誒，大家人會曉講嘅。恭喜發財，大家都曉講啦。萬事如意，萬事如意啦，身體健康，身體健康，平安食百里。你有感覺講這70幾檔以來，這個母語慢慢一點，消失哈，無去。吼。但是事實上，嘛有一寡話語走去到馬來話，走去到其他話。你認為這個現象應該甲挽落掉，甲攏扣落來？咱建議是愛講母語，還是講無就愛？因為畢竟吼，每一個語言攏有伊個環境條件。你是安怎看法？我是安尼看啦，對於出來溝通的時陣，你講話時盡量用福建話。我會安尼想是，因為其實咱的母語內面保存了真濟咱的文化，就是咱的信仰，咱的常識、風俗就是咱本地食的文化，各式各樣的這個文化，這母語內面是上豐。若叫流行，其實是真怕事。是啊，所以我這個調工哦，拜託你來煮一頓啊！唔是我愛食啦，是啦，我愛食啦，才來體會一下。
一种文化，两种表现啦。啊，对啊，哦，对啊，哎，这就是语言的趣味对啊所在。，真的。哦，啊，母语我是相信吼，三位这老讲着，这因这代代一定拢讲会落去。我们爸爸妈妈很严格的，你出来点都爱讲福建话。哦，教堂领红包。他一本身的华语不大会讲嘛。哦，那像那个时代，他们讲福建话较多嘛，所以我们本地讲福建话都大大岁岁，我记住阿嬷本是讲福建话嘛。啊，阿祖他们叫阿祖啦，我人叫阿嬷。阿祖是对金门来。呀呀，以前马卡达嘞，就绑脚的，绑脚的打开对，哦，北卡来哦。哇，讲较无简单的哦。阿姆嘛是92岁， 92岁个过身，因为无简单，伊第来的时阵真怕。对，忙事业对基层做起。就是啊，他本是怕我们也忘本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的他教得很好，真好。今日吼，阿嬷本是真好，规道切操，切操澎湃，澎湃，哦，规道澎湃。我人讲好少讲安尼。我人无讲澎湃，我人都讲哇，真老烈，真老热，吃个真老烈，吃个真以后会改讲真老热。啊，真老热。台湾新港界吼，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，这老热规道菜，这道菜哇，一直传落去。今日真欢喜哦，阿姨啊。曼玲、伟玲，谢谢。刷落来，新港界，佮要带大家来看，更较侪的新世界，感谢。感谢，欢迎。